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全邁進嘅輔導心理學家張偉樂 Jackie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青少年飲酒呢一個情況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去了解下關於青少年腦部發展個情況。喺腦部發展嚟講嘅話咧，青少年階段獎賞系統嚟講嘅話，其實已經完全成熟。咁所以咧喺呢個階段咧，去追求快感啊、興奮啊、滿足感嚟講嘅話咧，其實咧會令到青少年咧會非常之投入到入去個活動裏邊。而飲酒呢一方面咧，亦都係會讓到佢咁刺激嚟講嘅話咧，亦都會讓到佢更加容易去好投入喺裏邊咯。好啦，第二個方面咧就係關於去剎車嗰個系統咯，即係我哋抑制衝動喺我哋前額葉嗰個區域嚟講咧，其實佢就仲未完成發育㗎。咁所以咧，當飲酒嘅時候咧，要譬如太多嘅話啦，咁要去抑制呢個衝動嚟講，可能咧就會相對地咧係困難啲啦，因為咧呢一個嘅剎車系統咧未完全成熟啊。咁我哋亦都咧去講下關於咧喺青少年嚟講嘅話咧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心理需求咧就係關於社交嗰方面，因為透過社交嚟講嘅話咧，佢哋可以建立到佢哋自己嘅嗰個嘅個人個身份認同。咁所以咧，當成班朋友嚟講都會去飲酒嚟講嘅話咧，佢要進入呢一個圈子，咁佢就好多時候咧會去同佢哋一齊去飲酒啦，從而咧飲嘅時候咧，亦都會好開心啦。喺呢一個環境底下，亦都係好想喺呢個社交環境底下咧，同班朋友咧一齊去飲酒咯。咁所以咧喺而家香港嘅法律嚟講嘅話咧，亦都嘗試去保護未成年嘅青少年啦。咁所以咧，任何嘅場所咧，亦都唔可以咧向18歲以下嘅人士咧去售賣酒精飲品嘅。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。